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嘅，我係阿明哥劉浩明。藝術係一種幾特別嘅文化產品，藝術家用以感性嘅方法來理解呢個世界。嗰時我哋欣賞一啲藝術品嘅時節，同時我看到一啲藝術家點樣去看待自己嘅生命。我哋今日有想到嘅係有一啲有素人畫家嘅蔡浩正先生來到我哋現場，我哋馬上來歡迎佢來到我哋現場。蔡先生，歡迎。主持人，大家好哈，我係屏東竹田鄉來嘅蔡浩正。從我哋一開始嘅時節啦，吼，有講我哋咧，浩正先生係人哋素人畫家啦，吼，都表示講唔本帶都開始畫圖。當初我想到用係接觸到畫圖樣嘅一種主題。也係講起來對我還細可以講。我係印象幾深啦，吼，太有一個2年生，小學2年生嘅時間，都係小學2年生都係8歲嘅時間咯。一個讀到一啲先生，佢前面我畫圖，上課嘅時間畫個作業吧，伊都看到佢鬧啊，都同我公布在個教室的個公布欄。我哋玩細啊，看到自己作品啊，你本老師貼出來有個聽啊，有個歡喜啊，但係呢，對其他開始，我都見面到，哎呦，我用會畫圖咯，先生有個鼓勵啊，對其他開始我都見到，哎呦，咁我都想去畫圖嘅，都被鼓勵到嘅，對其他開始，你一次都幾好畫嘅呢，幾奇妙。都見畫個都幾大哦，畫個都高中嘅時間，又讀到一個幾好嘅先生，一個高中啊，有啲美術老師啊，對我哋幾好，有心思畫圖嘅先嘅學生嘅呀，伊都會幾栽培我哋，都對一個幾基礎嘅一個訓練都開始教我哋，不是下課嘅哦，都會評我哋。喺教室咧，美術教室啦，美術教室，都雖然講下課嘅哦，你平日哋留喺教室度嘅練習畫嘅素描，都安尼每日都安尼練咧，都安尼打好幾好嘅基礎，一出都高中畢業嘅都幾順勢都考到一個大學嘅時間都讀美術咧，安尼啦，就是一次對上下安尼完細一啲老師對我嘅鼓勵，到高中又讀到一個幾好嘅美術老師，同我做一個基礎嘅訓練，都讀太好，安尼。一地步呀，我發現到其實一開始我們所可能係我哋嘅欣賞，對伊嘅鼓勵，比如自己其實萬歲，都對自己嘅美術嘅能力，如果有幾肯定，如嘛幾加成們自己一行一條路嘅一種決心。但有啲問題就講，從我哋經驗推地步，爸爸媽媽我很不能專門去讀美術，冇簡單嘅爸爸媽媽能講更加。爸爸媽媽講，媽媽我咧讀美術都更加，爸爸媽媽可能都話冇按開面嘅，但是講可能2-3年前，爸爸媽媽其實我想講，細年嚟去讀美術咯。一講到也幾好，我咩幾感情幾感謝我嘅爸爸媽媽特別我哋喺鄉下因為鄉下生活過辛苦咩你講細年嚟必讀到一個美術。都但是有飯食到冇飯食一個老人家一個太年社會會擔心一個出路嘅問題，係不唔對條路冇就是人家鄉下特別我哋鄉下講一啲細年咧喺度讀一個美術，來係不太會賺錢，唔會賺錢都有啲個太問題太不能反對偏偏我都人家每日都變到很感恩啦你鄉下老人家也佢鼓勵我哋像頭先講特別有讀到安好嘅老師，其實最難得的有安尼爸爸媽媽，最重要回到屋企，我爸爸媽媽對我嘅鼓勵最大不過我畫乜嘅圖，一個爸爸媽媽一定同我幾大鼓勵。
拢讲过孬，我个昂厝就讲过孬，唔伫迄一家生人的安样的啦，反正就是过鼓励啦。一个最难得的，如讲乡下吼，爸爸妈妈对生人的迄份啊讲，培养到伊个生人的沃土，不，大部分如果讲，我小讲，海办唔就出路嘛，也都最最明显的问题啦，大部分如果反对啦，但是我爸爸妈妈如果赞成的，佢起码呢，如果安尼啊。係啊，因為個唐人嚟講哦，我相信一聽把個鬼講啦，吼，嗰是爸爸媽媽鼓勵一聽係正確嘅。但是吼，伊至少伊俾得過正面的能量，好，至少喺咪睇行一條路嘅時間，唔知個唔會睇，像有啲人講，啊，都係突出來有出路冇？好，因為至少爸爸媽媽俾得過正向嘅能量支持。那種佢哋萬世安慰北圖，哈，高中一讀到安好嘅欣賞，嗰種靠太學嘅時候嘛，透過啲美食的專門的一種課呢。但係嗰時節睇太學嘅時節，按係專門的美食課呢，其實有學到樣嘅東西，一種技術冇你講，其實學習的方法朋友。也有講到有，也唔知係外國個很遠那樣嘅啦，吼，要讀到幾好嘅，一直讀到幾好嘅機會跟個學習的老師們吼。讀到也在太學嘅時節，考到一個文化大學美術呢咪吼，我都。伊啲鄉下嘅生人咧，戇嘅哦，你走特別讀書嘅哦，你讀文化太學啊吼。啊，一個喺太學嘅時節，一個要讀到幾好嘅機會，有一個美國來嘅客座教授，做我哋嘅欣賞，吼。你講我哋幾多一個新嘅觀念，吼。我們都更加回想起來啲下嘅時節，吼。其實我哋幾多。學畫圖吼，其實幾多路技術的問題吼，其實呢更加想起來，更加明起來，其實最重要嘅係觀念。唔係講有幾好嘅觀念，也算幾正確嘅觀念，也算有幾新嘅觀念，對我哋那個畫圖嚟講，幾好嘅幫助。我睇太好都讀好有安尼機會讀到一個外國來嘅一個教書，幫我哋幾好嘅觀念。我記得有一擺上課啊，吼，第一節課啊，千奇妙哦。啊，一個教授都同人講，根本有人上課，他趕緊都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出了一個課題，一個題目，就講，每一個人講50個美麗的美。50個鬼講的東西啊，哈。我給他人啊，50個美要怎麼講？我們能夠講得出來的，可能地方的哈，苗條的美，啊，優雅的美，會簡單，反正都浪漫的美等等，我們念不到10個，也可以告訴我有空來能講50秒，給他大概就擠破腦袋了，50個美要講出來啊。好，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為什麼呢？我們開始知道說，原來美是有那麼多可能性。那個就是觀念的一個很大的轉變，完全是打破我哋傳統的觀念。好，原來幾多東西，感覺到冇注意到嘅東西，都幾美、很美的東西都存在的，開始有這個想法。所以太好嘅訓練啦，吼。有一點嘅觀念嘅訓練，還有如講一個技巧方面哈，我哋因為太好嘅時節都大部分都比較好開放嘅哈，一個讀書唔來上課啊唔怕啦，唔來上課啊咪睇下你個作業要交出來啊哈，所以我哋會利用嗰段時間，花嗰段時間有上課冇上課冇不重要，但是重點是我哋交出來嘅作品要幾精彩，安尼哈。所以我哋會設計，會去用各種嘅素材去嘗試我哋畫我們的作品。好，比如講，我講用筆來講，我講水彩、油畫，有乜個筆、素描筆，乜個筆我都用過嘅啦。睇下我有用過乜個筆啊？用過一個鵝毛筆，我有沒有拿了吧？我甚至於用那個乜個呀？竹子啊，竹子去削一削啊，也是我的筆。你講沒錯的，對。啊，你說筆是一個工具啦，哈，有乜個呀？
还有燃料，燃料过奇妙哦，燃料有过多种的哦，我用头油挖过，人讲用柏油也可以画，有没有啊？哦，我有用过嘛个你冇？我有用过这个火龙果，火龙果那个果汁啊，粉色的，粉色的，哦，我有没有用个粉色的挖过？也论原料啊，可是过奇妙。来尝试各种不同的那个画画的素材啊！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训练过这样一个过程。我甚至于有一个机会哈，我甚至用泥巴去作画。用奶用挖土喏？奶啊吼，奶本来论奶浆嘛，你囤燃料穷用啊。哦，按奶有的奶浆是五色的，有的奶浆是黄色的。哦，那有摆啊吼。用个奶啊，吼，挖一个荷花，莲花啦啊，荷花，画了一朵莲花，一个奶，用泥巴画莲花。我的主题是出淤泥而不染，就很贴切啊。好，那我就是选择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材质来表现来的主题，看看啊，这个。有变那个一路这样子做过很多的训练尝试之后，才会有走到今天的这个比较特别的素材的表现。伊咧万世本身上分家种肯定的声音呢，后来都会大学学到很多艺术的观念，但是后来伊做乜嘅又开始会画书诶，会用公主笔来帮咯。休息一下哦，在下个的话嗰度，个精彩的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台节目我哋来宾夏浩真先生来同我哋介绍讲伊啊求学嘅一个历程。咁，我先生想问一下吼，那你喺咩毕业以后，你专心落做画家呀？哦，实在也过上岸嚟做啦，哦，但是也过现实的问题，因为上下上台北读书嘛，台北又无亲无故啊，我一个人，变成我这个有没有想法啦？但是我讲，如安尼自己就当一个艺术家，我想法可能会有问题，有过现实的问题啊。可是我毕业边我都公开有请工作上班啊，一出来开始上班都大部分都比较的过多的时间都公共公司啦啊。可是我职场的训练大概是在广告公司比较多啦。佢奇怪咧讲，咁其實做條講廣告公司做幾好啊，唔做乜要上到古來做畫家咯，而且佢奇怪講，其實唔知有冇講到講，有講過按到冇咁樣嘅東西美材嚇，伊太好時間伊做按到冇咁樣嘅試驗去畫圖，最嘛會選擇用鋼珠筆啊一種方法，因為一種東西，按你講起來講，比佢水彩來講嘅話，你看水彩你一畫按台面，你嘅鋼珠筆，你畫幾久呢？當初我想到用鋼珠筆來做人嘅一種做畫嘅一種工具咯。也個講起來有一個鬼奇妙嘅故事啊！吼，一個後擺喺廣告公司嘅時間，超無限啦。廣告公司你咪講生意過好哦。加班按年都心態去無限，啊，明日都無日無夜，都熬夜工作啦。但係我一直都冇放棄一個畫圖啦，哦，即個下擺有限的時間，我都會休息，都拿一個小本子哈，這個鋼珠筆，因為隨身可以帶的縫片啊，或縫片的筆啊，一個工作的時間，休息的時間。我用一個鋼珠筆畫圖，用係一種休息的方式。故所以我喺公司上班的時間，幾下晚後上，明日要加班啊，嗰無限啊，但係我會利用有啲空檔，將當豬頭休息的時間。我如果邊一個公司隔壁有一個小公園啊，公園呢樹會幾多啊，
有很多树啊，我如果摕个就休息的时间，安尼画个树诶，又不方便啦，不是带油画，也不用水彩，麻烦，我就用那个笔，就开始摕画，就一次就安尼画，也是画树啊。那安尼如果安尼跟画用那个钢珠笔，安尼画了很久，就是工作的时间有多长，我就画多久。就是这样子无心插柳，柳成荫，画到现在，我发现，哎呀，这钢珠笔越画越有趣了啊！一个钢珠笔，它这个笔触的那个线条真是很有趣，因为它可以很多层次一层一层一个笔触我现在就要介绍一下一个笔触怪奇妙像一个。画一个种图，一个半成品了还没完成它现在就介绍一个技法我说明一下，一个刚开始是一个底色亚克力原料把它底色铺好以后，我就用一个钢珠笔开始铺成它的阴暗面那就会一层一层线条一层一层去把它铺成，你越深的地方，我就是层次要越多嘛。那个线条越密嘛所以会按你一层一层的画画的时间，像按你看到按你有过层过浅的地方，全可以用钢珠笔按你画出来的其实我打底的时候，大家都看不懂我在画什么啦，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底色草稿。但是最后我会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透过钢珠笔的阴暗面的呈现。那个作品就会完整，所以我们呢看到一个层次里面，有摆我过去没有很好奇我就拿一个放大镜就看我个作品一看个我画的一个线条的笔触原来因为我画到最后面那个最暗的地方，应该是层次大概有20层一层一层这样铺笔嘛大概有20层可是我放大镜一看，我竟然可以看到第一层，第一层那个笔触来看得到，因为那个线条一层一层画一层一层变成网状，那网状就是有漏洞，有漏洞你就看得到它层次最第一层，很有趣。所以我能看一个作品的时间。我会发现到一个作品的层次很丰富，主要会都一个线条表现出来的。根本我哋講用水彩去畫，無論用油畫去畫，畫一層，第一層疊上去你看不到了，就是沒辦法看到第一層。你第一層都很難不要說第二層、第三層以後，你很難再看到第一層。但係一個筆觸就可以。有这么有趣的效果再来就是说它其实有某个程度上有细把枪那个刺绣的效果就是这么有趣啦，这个效果是这样。跟像咱的开始画以后咱开始画书还是讲你上头都讲其实你公演的时间你从头我想要画书后来用书做出来的主题讲到一个画书其实讲到一个画书，如果讲起对我原始开始讲起，因为我哋上下个自然的大环境一个上下的画个最多，书的最多。画个都冇啦，都冇啦，书的啦，笔弄书啦。所以我哋从我哋门口都睇睇书我哋为原始都睇书的当个北上北下。所以对书的对写都几体验到几好的感情其实。一出我哋呢成长的过程里面，如冇离开书的啦，如安尼关系啦，所以我哋安尼面向起来，其实我哋对书的感情对写都开始培养的啦，这是讲我哋某一题真理这是安尼讲起来，我哋对写都太一直都有书的陪伴着我们长大一直都对书的感情都会很浓厚。一直都人家我一直都画书的，我几好画书的，我画过油画，画过水彩，
我画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素材，但是我的题材大部分都模拟开那个书的，所以对书的感情特别有安尼感觉啦。你对于乡下人来讲吼，真的书我哋一般咧画嘅隔壁可能都會有條書嘅吼。以前其實我哋咧老祖先喺做畫嘅做好嘅時節，前後可能都請一個地方好來做書嘅。一方面書嘅太也可以雜音，吼，有的書嘅可能會產水果啦，吼，楊桃樹啦、茉莉果啦、番薯啊，嗰啲吼嘛可以拿來食。可是對細人嘅來講，佢喺我哋鄉下細人咧，其實白書係個最基本嘛，係最開始了嘅地方，但是。雖然都係啲年紀一路嚟睇，我哋可能細到都市地方去嘅，吼，細到台北去，其實還是對書嘅感情啊，還是冇跌下。冇，佢唔會跌下。嗰時我而家響我上台北讀書，喺邊一邊都帶台北嘅咧，從我帶台北帶研究，我喺啲素材都睇陽明山腳下，因為嗰度書嘅，我都一直都冇辦法離開書嘅啦。更加畫到後面，前面我哋畫書嘅都變成一種工作嘛，畫書嘅變成一種療癒的一種工具啦，就我畫樹是為了休息，為了療癒。前面這一段時間大概都是這個心情啦，我哋畫個研究嘅，一直畫個都畫個千多年，畫個都2014年的時候呢。也個有一擺都2014年的年代，有一啲機會，有一啲機緣看到一啲電影，都看到一個電影裡面有一個片段一個片段有談到那個有一首詩，三毛講的詩，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這個我因為看到這個片段，我就覺得很有意思我現在念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來生要做一棵樹，站成永恆，沒有悲歡的姿勢，一半在土裡安詳，一半在風裡飛揚，一半灑落陰涼，一半沐浴陽光，非常沉默，非常驕傲，從不依靠，從不尋找。如果有來生要做一棵樹，站成永恆，沒有悲歡的姿勢，一半在土裡安詳，一半在風裡飛揚，非常沉默，非常驕傲。這是出自三毛的一首詩。我當下聽到這首詩，我非常感動。那因為我本來對樹就有很濃厚的感情，可是呢，我就從來沒有想過說，原來樹跟人的關係可以這麼貼切而且可以進入到這麼深厚的這種精神層面的一種溝通所以我就對這一首詩深深的受它感動。那因為這首詩啟發了我一些想法就是說，其實我後來想一想，畫書畫了很多年都為了療癒自己而畫了都沒有去好好去記畫繪畫所以後來我們都好好來一個畫一個書開始因為藝術詩作把我哋後生欣賞心底部的這種愛書的心分享休息一下在下我哋話嗰度有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嘅來賓後生先生，同能夠營養開始用鋼珠筆來開始畫書嘅。可是我想問一下先生咁其實喺度看到嘅詩作以外，你都開始想我講，我專心來畫書嘅。咁專心係一回事畫書嘅有乜個主題嘛？講起到一個主題
因为你当初有看到这首诗嘛哈，那我就觉得应该好好的要整理一下哈。我个按多年的书诶，一方面我也面到讲一次都规划画图嘛哈，既然系我都个结实下来哈，认真啊来画来画一个书的主题。所以我对于2014年的年底就看到这首诗之后，我就开始想我就开始规划我每年应该要有一个主题安尼画书画一个图一个创作比较的够有系统比较有系统的去创作，安尼那唔会比较零零散散所以我对安尼2015年的时间，我就开始有一个主题2015年我规划的一个主题叫做禅榕系列。禅就是禅修班那个禅榕树的榕，禅榕系列，例如2015年的主题。嗰时有个主题禅榕那啲係禅，我能讲我哋咧禅学禅學，同埋咧榕樹咪咯。是，个主题都安尼人人画个图全块都榕树，做嘛个我做禅榕系列因为我咧看嘢的书诶见看都见过奇妙啦你面对一个书诶每一条书诶如安尼，只一条点点也唔会断光法如过轻如很像是一个修行的行者一样。每一棵树都是修行的行者。为什么看下的书我会觉得我会好像有的树是我很尊敬的长者我还看下的书就非常感动不管是风吹雨打，他们就是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也不会打扰你，也不说话，他就是一个很像禅定在大地的一个行者一样所以我都问到安尼好，我今年我都规划一个主题，都按照禅榕系列。今年呢画个图，全块如榕树，每一棵都是好像修行的行者一样，用很简单安尼钢珠笔，都是用黑色的钢珠笔，最简单的表现方式。但是作品都真彩，最耐看，有很雅、很淡雅这样子也都2015年的作品。嗰時2015年係用殘學同榕樹嘅結合嘛咁天英人2016年嘅主題係乜嘅呀？我都問到，因為我哋見看一個書我都問到一個書我感覺到書其實沒過有感情您講書其實也是有情眾生人寫的我有靈魂書呢係講寫的枯死了，它是不是還靈魂還存在？所以今年呢我都面到剛我都來嘗試把2016定一個主題，都按到樹魂系列，樹的靈魂我今年呢我都來思考呢我畫一個樹的靈魂，每年呢都來畫我表現的一個主題都全塊都按的枯木，都是枯死的木頭，可是呢我都表現出那個樹的靈魂出來或者跟演圖也是一系列都是表現這個枯木的系列，但是事實上作品表現出來的作品都有一個樹的靈魂都按的會有一很耐看的一種靈魂存在。以前有一句話講，化作春來過枯法。嗰時等於你講，而家嘅人嘅書已經雖然講寫的，但是可能係化作春來過枯上，互生冇得講過枯書嘅。等於講其實呢啲書雖然講能寫的，過成係寫的，但是其實伊可能會也會應用，可能會庇養另外一條書嘅。冇得庇養另外一個生物，實際有靈魂還存在。係啊，靈魂還是你推它係就一直
繁衍，一直反复的存在。咁能講2015、2016啊，2017咯。2017哈，因為我一直都注重一啲觀念啦哈。如果數位同人的關係很密切哈，其實所幸我就覺得數位同人同樣啦，樹跟人一樣，我都一直面到數位同人都同樣的一種的感情哈。所以我傾向的一個作品哈，來表現一個數位同人同樣的想法。我一直表現一個禪龍系列，2015年。2016年叫做樹魂系列，其實都在談數位同人的關係。我傾向用一個但是跟談這個關係其實都比較抽象的哈，很難很具象的用一種話，然後表現一個數位同人有乜嘅關係。所以我2017年的時間，我都問到好，剛我都來用最直接的一種方式哈，來表現數位同人的關係。今年呢，2017年我都定了一個主題，叫做樹人系列，數位同人的一個關係哈。那個樹人系列，我來表現一個畫面哈，就我用人的肢體語言，比如說手啊，用手來畫成一棵樹，好，那就是樹。其實是人的肢體語言，可是這個樹是一棵樹，不，這個手是一棵樹，它就很垂直啦。就是你看到的這個畫面，其實是人的手嘛，可是呢，它這個手長出來又是樹的枝幹啦，那就很垂直的畫面，你會看到樹跟人結合在一個畫面上面啊。我來呈現一整年度這個樹跟人的關係啊。那所以這個年度我也創作了10幾張。這樣一個有很多樹跟人的肢體語言所表現出來的一個作品吧。你等於講我哋前2年吼，你個把個作個主題係嗰種形而上嘅東西，形而上嘅東西哈，比如講你講殘酷啦，或者講神事啊哈。但是都我哋樹同人嘅方法，人嘅時候，其實如果直接的表達人同樹嘅關係，好，雖然講人同樹嘅嗰種係兩個無同樣嘅形體，但是其實一啲某部分其實係同樣嘅，都是有情眾生。係啊，咁你係主題吧，到2018年咯，係咪延續樣嘅主題，還是講有主題有改變嘅？好，明年如果多年代都開始，我問下年我用畫嘅嗬，如果規劃下年嗬。像我今年2019嘛吼，我2018都開始問好用畫，今年用畫嘅吼。到2017的年代，我都見問到你畫嘅，我問嘅幾久吼。但係呢，我有一擺吼，喺山上在步道散步的時候，我都看到有一條樹呀，有一條樹都死喺度咩，都餓喺度，餓喺路上頭。看到個樹啊，我都聞到一個情景啊，一個情景，我又講回到大概10幾年前、20年前，我去過西藏，我去了一趟西藏，我在那邊待了1個月啊。有一擺我在西藏街邊散步的時候，我讀到一個情景是這樣啊，看到一個老太太，啊，西藏的老太太你知道嗎？西藏人很少洗澡的哈，那個頭髮呢？油頭垢面的，黑黑的啊，最特別的是，他身邊抱着一個小娃娃，白白嫩嫩的。你會看到說一個老太太跟那個小娃娃這個組合的景象，我非常印象深刻，然後一直存留到現在，直到我在路邊看到那棵樹倒下來的時候，特別是那棵樹。枯木，可是那個樹頭呢，還鋪滿了青苔，冒出了一個小芽。看到這樣的情景哈，我馬上聯想到那個西藏那個內幕，老奶奶抱着小娃娃，新生命，跟這個老木頭跟那個冒芽完全是連接在一起的，我就想到了。
所以2018年，我当下我就知道我要画什么了，啊，对那个开始我就设定了叫做生机重重这样的一个系列，就这样开始画下去。因为个明日吼，听人现场里边吼，你有看到迄欣赏的2019年的一个最新的画作啦吼。咁2019年的画作里边，我能看到有幅画里边，2019年的主题是乜嘅？哦，2019年有没有开始要规划一个主题呢？哈，那个2019的主题叫做圆满，啊，就是我们人生总是求一个圆满嘛，啊，那就想要用书诶来表现那个圆满2个字，就那个2019的一个系列的作品的方向。咁从咱哋平常对2015开始，2016、2017、2018，咁2019我们说2019今日他们开始嘛吼，但是对未来咯，你对人画作有乜嘅想法？好，那个不是问们是那个做一个画家哈，做一个艺术家哈。其实讲实在啦，画家大部分都这个画嘛个都这个都可自然都表现嘛哈，啊这个画个可以很欢喜哈，抒发自己的一个情感哈。但是我们都其实画图哈。没冇讲讲这个贴字诗哈，这个画的开心就好了。因为哈，画个图自然点都会分享给大家看你看呢有乜个感觉？对那个观众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是有什么一个好的一个讯息，那个就会重要啊。所以我哋面起的那个艺术家，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有他的社会责任啦。是不是这个作品？当然，除了好看、除了美、赏心悦目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对那个看那个图、那个观众有一种心灵上的洗涤，或者是一种影响，当然是一种正能量的影响。按年来的对那个作品都有比较的有一点搞呆啦，所以我原本都还一摆画图哦，一尽量都朝这个方向啊去继续发展，继续创作下去，安尼啦。可是对今日节目，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艺术品唔单止係看奖嘅，其實伊係一個藝術家對生命嘅對話同見解。今日佢感謝我哋寫信上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按照人畫作題目嘅故事。多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謝謝。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欣賞嚟，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耀煹，又到學運動嘅時間嚟哦。看到我都第一行過來做運動嘅哦。今日我教嘅係拉丁有氧，扭腰擺臀，熱情的來搖擺自己哦。你能準備好嘅嗎？準備好嘅，請放起來，同我來熱情的搖擺一下哦。好了，同他來踏步啊，踉步，來做一點暖身。我的野味还有我的臀部来放松，跟着扭腰。旁边哦。左右。右下去，右上來，前點，後面，
温片。加上咧臀髋关骨哦。前点。上半身的运动哦，1、2、后、前，眼前呢，捞的太眼前，上半身捞眼前的哦，弯片。眼前呢，太阳，干掉，上面，下面，前后，放松，你越放松，它就会越快哦。你前面点，了解。嘿嘿，嘿嘿，下半身的前，后，捞眼前1、2，好，弯片来前，旁，后，旁。眼前，放松，踏并步，去前面行了哟，腰背行1、2，嘎松数，身体压低，身体压低。挺胸，我们要倒数运动咯，身体压低，挺胸，好，每数1前1后，压低，挺胸，压低的动作，學到有冇？再看一次，身體壓低，好，每數1前1後。身体压低，弯片，挺胸，后背是接，好嘛？嘿，两个身体压低，挺胸，好，下个开始准备哦。前面两个，后背，加上。一类，左右，撈到人強呢。聽呢動作學到有冇？那啲咧，隔天呢來練空來哦。準備好啊！開始來
挺胸，扭腰。3、2、3、4、1、2、3，加松树，慢慢的挖上去。好，1、2，点点，1、2，点点，挺松了哟。可以嗎？動唔動它？慢慢地停上來。前面，挺胸，右背，扭腰，點點。攞到嘅嗎？起起，跳起。好，嚟夾動作嚟咯，佢，踏並步，用嘅，揾片，佢等嘅腳誒。顧下去，變上來，好，加上嘅倒上來，彎片，好，係哈，啲人喺度夾空來咯。整天可是的，扭腰擺臀，點，開合，放鬆。停上來哦，嚟擺哦，我去前面行哦，整體，扭腰，點點。獨胸，彎片，睇下，起起，大口嚟，拍空嚟，然後再擺哦，提鬆哦。很尷尬，身體冇鬆快嘅唔怕，能停下來休息一下。等下準備好啊，能再來開始哦。準備開始了，扭腰擺臀，點點。Let's light it up until our hearts catch fire. Show the world a burning light that never shines so bright. 今日動作你們記得了嗎？佢簡單嗬，俺哋好好運動，俺哋下次能來了哦。